使徒行传第23章，保罗注目看议员讲：各位兄弟，我伫上帝面前，这完全清白的良心生活，直到今仔日。大祭司阿拿尼亚命令徛伫保罗身边的人，甲伊献水配。保罗对伊讲：你这个擦甲白白的墙，上帝要拍你。你开庭应该照法律甲我审判。你既然违法，命令人拍我。徛伫保罗边仔的人讲：你敢骂上帝大祭司？保罗应讲：兄弟啊，我毋知伊是大祭司。圣经有记载讲，毋通侮辱治理人民的长官。保罗一个知影因中间有的是撒都该派的人，有的是法利赛派的人，就伫议会话讲：兄弟，我是法利赛派的人，是法利赛派的人的囝。我受审问，是因为毋望死人会搁活。伊一直安尼讲，法利赛派的人甲撒都该派的人就起争论，议会嘛分裂。因为撒都该派的人讲无国话，无天使，嘛无神灵。毋过法利赛派的人，这三项拢有信。宣扬的声哪来哪大，几若个法利赛派经学教师站起来，极力抗议，讲：阮找袂出这个人有甚物错误，敢真正有神灵，还是天使对伊讲话哦？争论哪来哪激烈，指挥官惊了保罗，互因拆喙，就命令兵落去对众人中间，甲保罗抢出来，带入去营房。迄暝主徛伫保罗身边，讲：着勇敢，你已经有伫耶路撒冷为着我做见证，嘛一定着伫罗马为着我做见证。过早起，犹太人斗阵计谋，咒抓若无杀死保罗，毋食毋啉。有40外个人参加这个阴谋，并去见祭司长甲长老，讲：阮已经咒动抓，若无杀死保罗，拢毋食。现在恁甲议会就要求指挥官带保罗来互恁，加做要较详细查问伊的案件。阮会准备好势，伫伊到遮以前，甲伊杀死。保罗的外甥听到这个埋伏的阴谋，就入去兵营，甲保罗讲。保罗就请一个军官来，甲伊讲：请带这个少年人去见指挥官，伊有代志要甲伊报告。军官就带少年人去见指挥官，讲：迄个犯人保罗叫我来，要求我带迄个少年人来见你，因为伊有代志要甲你讲。指挥官牵伊的手去边仔问伊：你有甚物代志要甲我报告？伊讲：犹太人已经讲好势，加做要搁较详细调查保罗的案件，请你明仔载甲伊送去议会，请你毋通听因的话，因为有40外人埋伏咧等伊。因咒抓若无杀死保罗，毋食毋啉。现在因拢准备好势，得听候你阮准。指挥官就吩咐少年人讲：毋通对人讲你有报我知这项代志。然后叫伊转去。指挥官叫2个军官来，甲因讲：去准备步兵200个，马兵70个，甲骑枪的兵200个，通伫今暗9点出发去凯撒利亚，搁去准备马，互保罗骑，护送伊安全到菲利斯总督遐。指挥官就写一张批，安尼讲：吉罗地、路西亚，甲总督菲利斯阁下请安。这个人互犹太人掠去，得要互因杀死的时，我一个知伊是罗马公民，就带兵去甲伊救。我想要明白因控告伊的理由，就送伊去因的议会。我发现伊
互人告是关系因律法的争论，并无犯着什么该死，也是着关监的罪。后来有人甲我报告，犹太人计谋要害伊，所以我随时送伊去你遐。上时命令告伊的人，嘛着伫你的面前甲伊控告。步兵执行命令，透暝将保罗带去交予安提帕底。隔日，步兵转去营里，予马兵继续护送。因到凯撒利亚，将迄张批摕予总督，嘛将保罗交予伊。总督读迄张批了，问保罗是倒一省的人，知影是基利家省的人，就讲：告你的人到位的时，我才处理你的案件。后来总督命令将保罗拘留伫希律的公署。